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，又搁是一年新的开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读做首诗右首第二条。首的意思就是头，另外混括来讲，头一项代志咱嘛会当讲首，像讲第一位、第一名，较早讲首席，若行政院院长，外国讲首相。这一点的主事者，咱讲首事，有人姓首。首嘛是算诗、算歌的单位，像讲一首诗、一首歌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首领，这个意思就是头人带头的领袖。第二个词读做自首，代表犯罪人，你的代志也未逼空进前，先去检察机关承认犯罪，接受制裁。有人讲自首无罪，抓到双倍，这是一般伫咧滚生笑，叫做代志的人都要赶紧出来承认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这个诈骗集团的首领，互警察抓到了后，其他的成员怎讲已经走袂去啊，嘛一个一个出来自首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首提供互大家参考。